推动社会改造，上界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加强社区的发展。即马伫新竹的生活美学馆，因有举办社区营造的成果展览，有14个单位展出家己社区内底多元创作的作品，嘛有社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呈现出社区的特色，因是互相观摩嘛，互相交流。就是遗留下来的结构体，这是以前鸦片跟樟脑丸试验所。透过影片的方式，来自台北樱花社区发展协会，利用手机把家己社区内文化特色记录起来，让大家会当更加关心社区发展以及文化。社区附近的上面叫做啥？比方说是妈祖庙了而且是土地公庙了还有以前的像我们。牯岭街有牯岭旧书街了还最有名，台湾最有名的拢甲记录起来为着鼓励民众参与社区营造，新竹生活美学馆结合北台湾高管区举办成果展览，呈现多元的社区在地活力。现在所主张的就是我们的公共治理我们再就是世代前进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多元平权。还有就是社会共创。长期推动社区营造的专家指出，社区营造上重要的就是需要民众热情参与以及团结的力量。我们如何从我们个人去卷动更多的所谓的利害关系人，让大家都愿意一起来关心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，让社造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日常。现场有社区透过废弃物做成看起来好食的料理，提起大家关心环境问题。多元丰富的作品展现出社区活力参创意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